一份上盖新的美食评比的名单。这份名单是50位各界的名人做评审，选出着最爱的10碗在地台湾味。摕到冠军的是中华80年的老店泉控肉饭。第2名是台南捌得到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无名的羊肉汤大菜市。第3名是屏东传承着3代人的肉粿。控肉落加金骨，QQQ 的猪皮，面包就碎，化伫咧嘴内底。一碗饭甲一块肉，简单，伫咧中华煮80天，超过1架子的好滋味，评审嘛食甲心花开。伫咧这摆500碗的美食评比内底，都7个名人真介意，互因得到冠军。新鲜的油肉片、蓝青汤配姜丝，无掺收济调皮。这一碗美伫咧台南的油肉汤，捌得到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荐，这摆以5碗摕到第2名。蛮鲜嫩的，没有骚味，还蛮喜欢它的汤头的。头家是手，甲 QQQ 的粿切做一片一片，就要放烟肠、腊肉、樱花虾，就要加头家特别制作的酱汁。这一味已经传承3代，这摆得到4碗，排第3名。没有直接回应您，专门下来吃，就是汤头跟它的配料都非常的好吃。爱用还有1年多的米，纯手工的。这摆美食的评比，主办单位邀请全台湾各行各业50位名人，选10碗上介意食的在地台湾点心。而选的店家有伫咧全台湾，嘛有伫咧离岛，拢总有400间店面排着顶，包括挂包、小汤包、真侪品项，嘛有大家看到台湾的好食面有够多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